警方捉到刺激中古街嘅检查司机吴成汉，不过佢当交怪，案情冇办法突破。上流嘅社妹催泪案，簽到案發後就唔見佢嘅重要關係。吳成汉講出，佢攞中古街嘅骨頭買到嚟，把船面對也冇頭拿嘅骨骸，佢嘅工作兩下將會開始。これは発育を停止した骨格で骨の成長版を調べることで判定します。人間の骨密度は20から30歳で最高に達するので、これはかなり若い方の骨です。身長はおよそ155から160センチぐらいです。骨盤の中の空洞部が円形に開いていますので、これは女性であり妊娠の経験はないようです。そして鎖骨は胸骨の端に接近しており、これは接続部分ですがすでに結合していて、この様子から見て20歳以下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えません。10ヶ月も私のお腹の中にいた子ですけど、わかりません。目の前の骨が自分の娘だなんて信じられない。この骨とこの写真の結衣が同じだって言えるんですか？同じだってどうして言えるんですか？先生、これは容疑者が出した手がかりだ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よね。だとしたらその容疑者が嘘をついていたらどうなります？万が一ゆいとそっくりな身長も年齢も同じでそんな子を実際に殺していたらどうですか？頭部はありませんが体骨格は。よう先生、私は先生を信じてます。娘を探し出してくれると先生のことを信じてるんです。でもこの骨は信じられません。警察は骨しか見つけないなんて。娘は生きて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探してください。私は騙されません。中谷金子因为过度悲伤，所以才不愿意承认他女儿死亡的事实。那此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找到头颅，头颅再加上牙齿，一定能证明中谷结衣的身份。目前找到的骨骸，你已经有7、8成的把握了，难道没办法说服中谷金子吗？有些证据靠的是心，
而非实际的物证了。站在法医立场，我的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端看受害者家属是不是能接受。这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警方做的应该要更多。我知道这样说听起来很残酷，找到头颅，除了替中谷结衣伸张正义外，也就是让中谷金子死心，不再让他怀抱希望。人总是要走下去的。如果找不到那颗头颅，我们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那颗头颅必须找到。坐下。各位，我就不啰嗦了。第一，严加审讯吴承翰，务必找到那颗头颅。第二，彻查吴承翰家里里外外每一个角落，举凡凶器、血迹、女大生遗物等等，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一定要找到更直接的证据，将来让吴承翰在法庭上毫无反驳的余地。第三，案情能不能突破还不知道，禁止对外透露任何消息，避免造成我们的困扰。散会，快去工作。志杰，博胜呢？不是要来支援这个案子吗？胜哥还在忙刘女的命案，不是已经说了要交给地方分局吗？他怎么还那么坚持啊？副座，请给黄警官多一点时间，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理由的。他最好也有一个好理由，让他能继续待在刑事局。志杰啊，哎，主任，有没有找到其他的骨头啊？主任，我们其实这里也差不多都要翻片了，但是没有看到骨骸或头颅，而且预计这边建设司机的说法，这一区在过去这1年当中并没有开挖。主任，你找我？大军啊，这附近有没有野狗聚集啊？我推测野狗啃食尸体的可能性。奇怪，这里很适合野狗聚集，还有生活，可是就是没有看到任何的野狗哎。刚刚那边的司机大哥有讲，吴承翰他喜欢玩十字弓，所以他没事就把那些野狗当做目标，久而久之，这些野狗都不会在这边待了。好，大军啊，你再看一看，好不好？好，那我先过去嘛。好。小心啊！文海，那个是土吗？收集土壤来干嘛？主任想要检查这些土壤成分，看是不是跟头颅不见有关系。我去回个电话，麻烦你啊。喂，志梅，自己好好想一想啊。用的喏，大法医。太细咧，中古金子啊，含起人家某一个骨头。安尼哦，那就爱请到跳哪流？伊来做的证明中古结一个身份，伊来做的检验吴承翰的说辞，倒带中古结一个死，是意外含起本期辞退的。呀，小佛诶，老爱美都里里转。吴承翰动脑流浪狗呢？这片空地本来动土宅啊，稻米全部就唔见了。
俺都怀疑啊，会不会吴承翰用十字弓做成的攻击？啊，北船啊！有一件事情唔知有碰触吗？我曾经亲眼看过吴承翰丢过一把十字弓。俺都伫家个茶档方哦，听到一支。也个俺弟讲的是另外一把，是他丢掉的那一把，才是破案的关键。主任，那边早突然间天色也不早了，没什么斩获，我们今天就先收队伍。好，那大家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来，各位，我们收队了。好。警方表示，虽然吴姓司机矢口否认杀害中谷结衣，但种种证据显示，这名司机极有可能就是中谷结衣失踪的关键。现在警方已经派人在吴姓司机住所进行开挖，找寻中谷结衣。小美，你妈妈无地方卡。妈转落包拿东西，暗着要转。这个东西准备好吗？差唔多嘞，硬聊都唔会唔记得。上的是菜包吗？不卡有冇啊？你见面有走？好啊，我有2站。你还真3站不？这边找找看，翻翻看。兄弟，这边翻翻看，找找看。这边找找看，翻一下。志姐，来一下。找到了，就是他。有了。会不会是刀伤？我觉得在还没有确定真正的凶器之前，我比较偏向是利器的可能性。你们看，伤痕是出现在肋骨的背面，很有可能是从后面刺进来的，也就是说非常尖锐、受力面积小的利器。利器刀伤都很有可能。如果是利器直接穿刺，要很大力量才行。当然不排除从身后侧边砍进。主任，你是不是也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致命伤？我希望是。好，知道了，谢谢。主任，找到疑似作案用的十字弓，吴承翰也坦诚那是他的。主任，凶器在里面，目前还不确定是不是凶器。好，来。可以再去买一把同型号的十字弓吗？小马，能不能找得到？虽然这是猎管工具，但应该不难。我跟小马一起去，看能不能帮到什么忙。
们刚刚跑了好几家，终于找到同款十字弓了，有没有新的发现？目前收集到的指纹相当模糊，但应该可以和吴承翰的指纹来做比对，而弓本身并没有血迹反应。可是按照吴承翰的供词，中谷结衣是自己不小心射进自己的头颅，这么近的距离，血迹应该是不会喷洒出来。这就要看剑本身有无穿透整颗头颅。一般来说，这种高速穿透不易造成血迹大量喷洒。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疑地方要理清。主任，那我们新买回来这个十字弓，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就来试验吴承翰的说辞，到底中谷结衣有没有办法让弓箭意外杀死自己？十字弓身长1.5尺，视觉盗版机2.6尺。喂，张法医吗？我是杨百川，请说。是有件关于赵玉珍的案子，我想要重启调查。杨主任，你经验比我丰富，我怕多说多错，不要为难我。何况我只是兼职的，去找当初的承办员警或检察官，好不好？拜托拜托。好，好，不好意思啊。还忙下班啊？唔惊闹家庭革命啊？中谷结衣那个案子也很用了呀。除非吴承翰说谎，某中谷结衣是因某 gay 啊。中也个咩中谷结衣的案子啊？迄人用一张落阿婆的案呢，来上天数。用这种黑一心二用啊。反正你下案情由倒会调到的，来想利用时间重新调查，调查案呢唔会落落格格。迄讲运势好，还做得对其他案呢情都马解，做得天数中谷结衣嘅案呢。对啊，属实唔对啊哈，唔正经迄某边呐。你讲亮发，唐也会怪怪的。那到底不变是好还是不好？对有些人来说很好，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不一定好。哎，对，不是，你调查的那个刘小红案啊，我还是坚持刘小红是意外坠楼的。如果能从背后追查出其他的真相啊，来支持你。我一定唔支持啊，迄冇安用诶，我都也哈，错诶。那个十字弓方面有没有找到新的事证？中谷结衣肋骨有擦伤，高速重击可能性极高，不排除是十字弓，但误触扳机射入自己的头颅内，除非是自杀，不然吴承翰他的说辞啊，很难令人相信。百川啊，我有办法。胜哥，这样真的可以吗？不用管什么可不可以，只要达到目的，其他都是技术问题。头颅我们已经找到了。那你们刚才发现他头上有个洞吧？对，他的头上的确有个伤口，但是不确定是不是你说的是十字弓造成的。问法医啊，法医你可以判断的是不是十字弓造成的吗？我说过，那是他自己不小心自己射到自己的脑袋。如果中谷结衣在把玩十字弓，那他射向自己的可能性极低。
一个160公分高的女孩子在把玩十字弓，还要将箭头对准自己，她的手背长度够不到扳机，勉强够到的话，根本就是抵住自己的头部，或者是其他身体的部位。还有，他肋骨所造成的伤痕，的确是利器所伤的可能性比较大。其实是你拿着十字弓近距离的射杀中谷结衣，对不对？我没有。出于不知名的原因有2种，一是你将箭头朝向中谷结衣的身后，朝身体射进去，再射头颅，一箭毙命；二是先射头颅，再补一箭。我係講無招無。这是中谷结衣，你应该不会忘记他吧？冇可能啊！冇可能啊！垃圾桶按胎，那请来斗，你们不可能把垃圾场整个翻过来找啊！你们怎么知道这垃圾场？我刚有没有讲嘛？垃圾场，那有多少垃圾要挖？而且我们也不能判定他这次是不是又在耍我们。我看不像，我认为他说的是实情。好，如果他说的是实情，那我们能不能够说服中谷金子接受女儿已经死亡的这个事实呢？副座的意思是，我们就不去垃圾场找头颅了。那我们之前做了那么多努力，是干嘛？副座，你给我们多点时间找头颅。那好不容易吴承翰才供出实情。好，但是我只给你们2天的时间。如果真的找不到，那就表示大家都已经尽力了。你自己知道状况。刘小红的案子我还要继续，我得先去忙了。什么呀？没事。主任，我们这边已经挖的差不多了，可是目前还是没有看到，都还没找到。那这一块呢？副支长，中谷太太主动来找你。容疑者に会わせ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主任，主任，你回到一下，係你乜咁嘅情況？我嘛找過1年，應該買到個東城啦。不過按用嘅進度哦，太慢咧。其實呢，有啲講法要騙人你啊。有冇其他嘅辦法啊？繼續啦，做唔得放棄。这个就是嫌犯吴承翰。这位太太是中谷结衣的母亲。この子が生まれて、私たち本当に幸せでした。中谷太太说，结衣的出生带给他们的家不同的气氛。でもこの子が2歳の時に突然父親が
肺がんで亡くなったんです。但是杰伊2岁的时候，他的爸爸肺癌过世。この子の記憶、パパの思い出は北区に必ず帰ってきて和菓子を食べさせてもらったことです。杰伊对爸爸吃的印象，只有回家带和果子的印象。この子まだ小さくて父親亡くなったこと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だからまだパパは生きてるんだよって思わせるために毎日他の人に和菓子の配達をお願いしました。パパがまたお菓子送ってくるよって。那个时候杰伊还小，所以不懂什么是死亡。为了让杰伊以为爸爸还活着，所以每天会在情人送和果子来。1年後、とうとうこの子は「パパはどうして帰ってこないの?」って私に聞くんです。とうとうこの日が来たなと思って本当のことを話しました。あれ以来この子和菓子を食べ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す。1年后开始在美国等爸爸，为什么看不见爸爸了？中国太太那个时候才跟杰伊讲实话。この子、この服着てませんでしたか？杰伊当时是不是穿这套衣服？很穷行妹，你们母女长得好像哦。今なんて言ったの？早く教えて、本当のこと教えてちょうだい。主任，一日他弹枪做咧请做咧3套哎，因为最近太多建筑工程在施工，怪手不好调度。没关系，来几台就开挖吧。哦，洪凯来，因为案发时间超过1年了，头颅应该埋在接近地面处的高度，所以啊，我们从垃圾场的边缘往内10公尺计算。我打算开挖3个点，那第1个点呢，在那个方向；第2个点在那边；第3个点呢，在前面的正中间。然后各自为中心点啊，先从周围半径5公尺开挖。主任，局里有你的电话。主任，你电话。好，谢谢。喂，我是杨百川。那颗头颅不用找了。啊？中谷金子已经确认他的女儿离开他了。这我不懂。收队吧，这个案子差不多结束了，辛苦你了。好。主任，扣伫拄样讲啊，迄片有冇甲心理线索？听到讲，结案了。中谷太太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你们跟她说了什么？吴承汉已经指认了中谷金子提出来的女儿照片，
就连照片里面没拍到的鞋子都说得很清楚。我认得这套衣服，他那天就是穿这套衣服。还有鞋子，虽然照片没有拍到，他穿了一双黑色的布鞋，很适合他的黑色布鞋。この服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と言ってます。あの時、ユイさんはこの服を着て、履いていた靴も彼は覚えていると。とてもよく似合っていたと言ってます。だから夢は帰ってこなかったの。我叫的，是迄动怪的什么啊？我叫的，是唱迄请给他听听。あなたのことが許せない。一生許さない。我叫的。这么开来，这么开来。善后工作就交给其他人处理吧。待会我还要跟局长开会讨论记者会的事。你回家好好休息，结案了。我们的工作从来没有结案过。听到是不是东米大家乐？就到细细听啊，一模一样的。迄个指导外头为了钱，老这个冇营养班啊，拜托地位呐。哪个啊？俺用啥？你不会蒙你呢？日本女大生要安尼，也着因外地啊。我看到伊去做阿妹的，大雁就来，引强妹啊，偏是偏去做阿妹的，伊遐用会上啊？啊？好啦，无机会啦。伊摕上外母的怎么安尼啦？进来。你为了保险金对我女儿做什么啊？你们扪心自问，你们为小红做过什么？不要以为是小红的父母，你就义正言辞，你就觉得你自己没有错。好，就算你不是杀死我女儿的凶手，你也脱离不了关系。她会跳楼，都是你害死的。小红是被你们害死的，你说的是什么？好，我女儿命来。好，冷静一下，按程序调查，先把她带走。主任，主任，案内唔系结束咧，韩兴以上的技术味道总顾妈妈，深度检每个条哪好啊？家己研究其他的案内，当然
那么东想请到中古结衣啊？约翰，有事情啊？主任歹势，刘小龙的安尼，迄个无生意老记者讲的，外款记者当初一直进图，外但枪迄老安情，讲伊是写出来听，望你去做这编鬼头的故事，我实在很歹势。阿凯，莫受按到，上下看起来是坏事，也无一定是坏啊。其实记者要动辛苦的，伊是这个严，伊是这个刀，掌寻到几则事情的过程，因为个工作，老记者要差唔多啊，哦。上九模资料。这里，某印老主任，大生，做唔得事就唔掂我啊！我老位置名标出来，我希望嘛该较好个经济，韩国以后外面就不在场证明。一摆啊，你讲的么唔错啊。那那种靠直觉办案的方式啊，听唔到嘞。19好久来嘞。好啊。得个样啊？佢根本要做唔得事就啦。怎么做唔得19？你还唔识到，那就田主任识的哦。好唔识啦。佢真经做唔得事啦。哎呦，黄博士，样哎，身体虚脱嘞，嘿哦。我身体当好。我想戒酒嘞。哎呀，按好东西给佢做嘛，酒一杯就好的呀，一杯呀。哪可能啊！一杯又一杯，没完没了的。我克制力太差了，矮低。好啦，冇按用啦。M 3年哦。一杀一杯就好嘞，好。好，就一杯，好来。好嘞。好啊。好。哎呀。来了，来，干杯！cái中古节衣伫遐安尼用诶，内底哦唔好下班转来和公爷的工作，不过礼拜又无强用，也当关心小敏和较黑哦。破案嘞。嘿哦。凶手因嘴，中国太太可用骨头去夹摸的。小敏哦，当同情佢两姊爱哦，唔看啊，每个老妈妈就算讲迄一家伊3年来到台湾呢，就想办法得到大家嘅帮助啊。哎，真英雄的留给天数啊，哎呀，亲你嘞。外地家妹的无可能喊啥，啥还没想哦。我要本佢相信家妹做得出来，还去本佢啲家妹已经死脱嘞。当我检验中古结衣肋骨的刀痕究竟是来自什么样的利器，就想到拾荒老妇右肩胛骨的裂痕应该来自钝器，而且凶手是惯用右手的人，从老妇的背后右上往左下砍击，而且被抓入狱的阿勇，他的右手却是萎缩的，根本无法使出这么猛烈的力道。阿勇从小就有小儿麻痹症，我们确认现场没有帮凶，是一个人所为，几乎可以确定凶手是右手持刀行凶的。属实赵玉珍太个提防，除了阿勇，还有赵强啊。甲表连沙有都讲啦，
赵玉珍老赵强其实冇马钱，一出现啊就会偷钱。像我啲赵强身方，寻到赵玉珍嘅杜金铺诶，就做得寻到真相咧。八成啊！俺事情拜托你。又有哪个事啊？俺希望你亲自见一见魏志明。你那么好奇，哪有可能啊？俺就差欠你一步诶。俺希望一败好势。我知道你没有杀害刘小红，也知道你不会做这种事。其实，没有人杀害刘小红。对，没有杀小红，很多事情你们都不知道了。魏志明，那你就把真相说出来。刘小红的身体没有人为的勒伤、淤伤、刺伤，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别人，为了你自己最心爱的人。我其实一直在帮小红，他们家里面处理赌债，因为他父母沉迷在大家乐里面。小红苦口婆心的劝告过他们，可是他们就听不进去的，甚至曾经就用死威胁过他们，但还是阻止不了他父母。我跟小红说过，家人是没有办法切断的血脉。我跟她说，我愿意成为她的家人，我陪她解决所有的问题。后来她是因为担心她父母的生活，才决定帮他们保险。但后来债主3番2次都上门讨债。起初我们还有能力可以还的，可是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欠钱还钱啊！哎，要躲多久啊？哎！我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不应该要叫小红原谅她父母的？他那个保险受益人，你怎么解释啊？那受益人虽然是写我的名字，可是我从来不是要为了我自己的。是小红后来反悔，才要我更改受益人。所以你逃，是因为害怕？我不只是因为害怕，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相信小红就这样子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个样子。那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因为这一切太巧了。其实没有任何人对他痛下毒手，因为他那晚确实喝了酒，我们在他体内检测到酒精成分。
喂，他们都在骗我，一直跟我保证说不会再赌了，结果呢都没有做到啊，还越赌越凶。你在哪里？我去找你，好不好？志明，帮我一个忙好不好？把保险受益人改成你，你才是最在乎我的人，他们不是。你不要说气话，这样不能解决事情啊。先回家等我，好不好？我是认真的，我才不要这样的父母哎。好，不然这样，你来公司找我，我帮你改受益人。好，我现在过去，我要让他们后悔。我不想要相信这是意外，我不相信小红死。伊讲嘅疑心嘛，是做对参考，不过做唔对全信。啊无转去现场，再个看看啊。我同意。我含黑知道魏志明唔系真正嘅凶手张错啊。嗯。大叔，有必要吗？小心为上。有可能性，我就觉得。胜哥，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来帮大军忙的啦。就日本女大生的那个案子结了，我们没有忘记这个案子，所以就想说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主任，那你们来是跟你们一样？你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这些鞭炮屑。鞭炮屑？对，我们顺道问了一下附近邻居，看看在案发当天有没有什么祭祀的活动。想说是不是有庙会活动，声音很大，所以刘小红坠楼的时候没有人发现。我会请志杰再调查一下。啊，大军啊，顺便同救一下。啊。我们再看一下阳台。真的没有攀爬的迹象。
大军的判断是对的。刘小红死的时候穿什么鞋？他没有穿鞋啊。没错。你们看，这鞋柜上少一双拖鞋，而照片里刘小红穿的却是这双拖鞋。该不会？底下不是那道矮墙啊？这边，矮墙在这。所以，发现拖鞋的地方，并不是坠楼地点。我在解剖的时候，发现刘小红的脚掌上有破皮伤痕，应该是她案发的时候赤着脚在顶楼行走，可能喝醉了，走路摇晃，不小心刮到水管上的铁线才破皮。如果以魏志明最后跟他通话的时间和尸体死亡的时间相互来交叉判断，那刘小红从回家后到跳楼的时间，共有4个小时的空档。所以刘小红真的是自杀。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刘小红在顶楼考虑要不要自杀，应该犹豫了很久。所以真相大败了。但是没有遗言，没有遗书，要怎么跟家属交代呢？刘小红可以吃菜给啊？你用公婆就会好赌刘小红老天下前中，加量拜钱，因为为之名，肯叫的爱给赌，你就唔爽。我是爱记到分数，但是计量啥还去乡下。哪有讲哦？我不准老去乡下，有通无？阿爸，佢迄落一天数人嘅。天数，迄落你有赢钱人啲嘛？钱，唔讲嘛嘅钱，很难有钱。讲安多，用啥想要证明嘛该？家庭朋友嘅感情都打 fight 咧。还能面对人家来透视，做野外的还唔理想，怪唔得刘小红啊为行窃路。怎奈可能啊？刘太，那个铺的有带冇？基本铺的啊，你们可以随时带伫身后。送拜见面，也得问刘小红尸体的事件。其实，也得有咩证件会攞去做法事哦。哎，好多，
拜托你拜托，哎呦，才几啊，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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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來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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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入字包你好，到了，要恐發啦！衝，冷板，下去了嘛，亚豆啊，老母的實體時間哦，當做大家都來搶，按用抽毛啊！很應啊！講，老真相講出來。他們不是你。外面唔上愛用啊，把相信我老事情講給聽啊。發生乜嘅事情啊？是后来律師，慢過。讓到一開始就得去甲婚亞某嘅行前路，三接出兩種嘅結果。亞妹嘅名啊，漲1000萬聽啊！進來。刘志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刘小红的爸妈说的？小红之前帮你们保险是替你们担心，我不应该答应她更改受益人。但是很抱歉，现在真相大白，小红是自杀了，恐怕我也无法为你们争取什么权益。小红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很快乐？我本来打算出国旅游的时候跟小红求婚。小红虽然恨你们，但我愿意陪她一起照顾你们。你们都是刘小红最爱的人，人走了再来后悔不够珍惜，好好想一想，当你们彼此仇恨对方，是不是刘小红乐于见到的？做唔得事就硬正经请唔惯呢。冇想到迄自杀，唔係意外，我冇想到佢安樣嘅結果啊！親朋係艱苦嘅啊，就會做野外嘅，唔參冇嘅生死嘅態度。做野外啊，少老妹念個早早啊。搶離真相，尚冇看到正義啦。來，都炒2個菜，搶嘢的是啦。什麼嘢啊？恭喜破案，還連破大案哦。哎，做唔得講恭喜。該講嘛該啊，大法醫啊，我們只是吃個飯，不必那麼嚴肅吧？我講祝福。祝福。祝福家條書可以在個靈魂哦得到安息。好，真好，條家娘，來。向下試一筆，好不好？哎呦，好啊！來，恭喜哦！祝福！祝福！哎呦。
ゆい、助けてあげられなくてごめんね。外国でこんな目に遭うなんて。一緒に台湾に来るよって言ったわよね。一緒に来たよ、ゆい。中谷さん、陽先生には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うやくこの子をお家に連れて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ます。感心しました。私は解剖台の前に立って非常に詳しく人体構造の解説はできます。しかし私の娘がどんな子供なのか誰にも話すことができません。私は娘の趣味も夢も好きな男の子のことも私をどう思っているのかも知らないんです。あなたのゆいさんへの愛情を見てそれに比べたら私はお恥ずかしい限りで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引き続き真相を突き止め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局长，请问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待会一起跟各位报告。百川，百川，一起上楼开记者会吧。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听你解释案情的经过。你是大功臣啊！千万别这么说，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破案是团队合作，我绝对不是什么英雄。你不要再客气了，你扮演的是关键的。的确，如果没有杨主任，我们也很难安抚中谷金子的情绪啊。局长，副座，麻烦有空的时候考虑一下，我上次提的成立专门法医中心，或是学术相关研究系所，这对我来说更重要。这是当然的。记者会后，我会马上跟署长报告的。局长没忘了，我们的确需要更多人才投入法医工作。百川，一起开记者会吧。不了，我还有工作要做。百川，谢谢你，真的谢谢你。那我们开记者会吧。好，谢谢。控制的不错，血脂肪、胆固醇、血压都明显下降了。心电图看来比起前几个月稳定得多。那我只要按时吃药，定期回诊应该就可以了吧？看起来是这样。不过黄先生，我还是建议你换工作。可是我最近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我能跑能跳的，我还可以抓人呢，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担心你的工作会增加血栓的几率，心肌梗塞往往发生的很突然，你也好好考虑。啊，对了，医生，你们那个里面的灯管坏掉了，应该要换一下。那个灯泡像一闪一闪的，搞得我很不舒服你们这里是医院有状况的应该是人，不应该是那些东西啊。那个一闪一闪的，搞得我很沮丧。请问你是赵强先生吗？有什么事吗？我们要搜索你的住家。
上。是。哎，给你们离开。找到。找到存折部。带走。是。不是我，我抓错人了。进去。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哎，百川，康姐，哎，恭喜你破案了！谢谢你。来，各位，真正的英雄是杨法医，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没有，想表现演喵，很有差。鐵石啊，這好似係你做到嘅，佢付出該付出嘅代價。退休前，怎會留下污點、留遺憾？不錯，以後嘅路會越來越難行。哎，你好。你好。需要幫忙嗎？有沒有一種可以同時顯示2個地方時間的女表？有，來，這一排都是。這邊都是哈。其實還不錯啊。哦，好，來，我拿給你看。用哎，cái phải sư phụ卡天方海都大，冇人講嘅。冇安尼啦，你先去辦個登記手續啊，我來等，好冇？叫我等啊，喊走。你怎麼不在家啊？哎，主任怎麼還沒回家啊？我是要走啦，本來想約他們出去吃飯，可他們不在家。你們什麼時候出國？明天。下班啦，你們也早點回去啊。好，注意小心哦。主任再見。陈凤姐，哎，主任不会记错时间吧？不會的，他從來沒有記錯過時間。老朱再見，明天見。北傳啊，4B 用版。叫唔要擺機啊？擺表啊，用啊。快了，我記唔錯小敏出櫃嘅時間啦。我老見唔嘢係擺5呢。小敏阿英呢？起床啊！起床，就帶我去啦。哦，阿生啊，較夾嘅啦。哦。看慢地位啦。把船一下急一下慢，按视察很危险呢。想平平安安看到小敏没？對啦。奇怪，我有忙到，為什麼搞事情嘛？小敏，其實頭下我出門嘅時間，我爸又打電話來，佢講佢臨時有案件要處理，要請到一些時間。佢保證佢一定要來啦，我等下會嗨好冇？我等下會嗨呐，我聽說佢東京就來嘅呢。我看佢根本就唔會來。我冇等呢，從西裝係用，真係害怕等。我去 check in。小敏，來啦！小敏。夾啊！拍生麻煩咯。哎，冇啦，拍攝。俺不是看過北川案件狀啊，才做我們的聆聽，我得去開着繞一繞。小敏啊，要好好念書，好不好？啊？好。好啦，好。小敏，我同楊媽媽講，出櫃嘅事情都係你去給她處理嘅，辛苦嘞。
这个唔会懂呢，这些心情爱用一条。有紧张，有期待，唔管样诶，我老杨妈妈永远都会支持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我去家好好照顾自家，记得要转复下来，莫让妈妈会当想你。人哋穷样，也唔系一件事，也系两件事。我知道，我冇伫屋卡，唔会卡死人嘅。呢點啊？當日下班轉來，我親想看到嘅人，就係你，老楊媽媽。爸，我我的手套睡眠时，都穷呢，有那么多会掉。有的事情就會為逆來順受。也係爸的意思，會記得。小美，爸爸係一個普通嘅人，我做嘅事情啊，對得起自家，我唔會本不卡人減少。我哋，我唔會本老媽什麼嘅。好嘅啦，時間差唔多嘅，好熱批嘅。哦。個小面冇錯副卡哦，我喊唔慣哦。你通常就去小面房間很幾倉嘛？我都需要時間掌握慣啊，看日間都安尼空空哦，我就當相機哦。小米啊，小米去日本讀書，佢有自家人生愛過，而你啊要有無權去改變爭錯啊。兩個人咪一直過得當好係，需要改變乜嘅喏？經過我下班轉來哦，就會10年時間，我唔會講公司。唔是安樣啦，唔啲嘅，我當好聽大家案件嘅故事呢。其實我做就想按人做咧，對你下可以試啊。呢條落山了後啊，我就唔係形式叫法醫師嘅用白傳咧啊。好啦好啦，加起啦。上班了啊。哦。经过中古劫一案跟意外坠楼案以后，我更确认我们必须要提升鉴识科的地位，培养更多鉴识人才，而且必须要正视法医独立于检警这个概念。但是如此一来，杨主任会是个阻碍。可是杨主任，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政治考量，而是为了刑事局。鉴识科学一定要加强跟扩充。不是法医不重要，而是法医太重要了。只是以杨主任的资历跟经验，我一动他就有麻烦。随着时代的变迁，犯罪形态的日益多元，侦办的技巧上必须不断的提升。你们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坚持刑事法医呢？如果法医只在停尸间里验尸，是根本查不到真相的，必须亲赴现场，
把尸体传递出来的讯息，再配合现场的基证，也和侦办人员的所得报告相互结合，这样就能判定真相，弃凶归案，为死者洗刷冤屈。这就是我的坚持。副座真的要把法医室转移到鉴识科底下？你怕你扛不起啊？是我资历太浅，鉴识技术这一块领域在这里才正要起步，跟国外比起来还差一大截。主任，我郑彦东希望把刑事法医的理念带进去部队，要用对部队的执法，还小心听说会有动态的帮助的。安样啊，你就多谈多好，才唔会通替中国人对人的酷刑。我听说未？我没听错喂。小梅，黄小梅，台湾警察大学毕业，是我们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种子学员。国胜的女儿这么杰出，还真令我意外。小梅出国的隔年，副座才来刑事局的。像这种优秀的人才，如果当年在我手底下，我一定大力培养。大军啊，这种人才你还藏私啊？啊？你们迄啲美国土书，因为好点样转来，迄边了黑嘛？唔係，我正來貢獻我好嘅，我要進刑事局了。等好。再还有文凯，我的助理，小梅，你好。好，既然他回来了，那我们就看看他的表现吧。大生，3年了，你懂想你。那个女的是谁？是胜哥的女儿。啊？为了体力提升监视科嘅 TV， 留伫美国训练嘅黄小梅请转来。台中清水发生一起灭门的血案，本来伫北川验尸过后就结案嘞。不过巴生负责嘅另外一只案内嘅嫌犯，查指出灭门案嘅凶手係其他人。经过各种嘅研判，决定重新调查。北川看到小梅转来，同欢喜，佢更加希望小梅早点修补老百姓两姊弟嘅感情。